呀，各位聽眾，各位在歡迎人到轉來收聽邊個福建嘅節目。今日人個水，嘉賓本水。來看，這個禮拜我真歡喜啊！歡迎到攏大家真正暑假一特別嘉賓，日本老姨歡迎。哎呦，我只笑臉如哦，個老人。哎呦，今日就真歡喜，我成個掉白標呢，你啲嚟邊咧福建，我嗱啥對人聽到我是真 excited，真真歡喜，就會想聽邊人福建日本老姨嘅聲。歡迎，安裝咯好。好，你個是同佢接報，only 7 degree 呢個頂啊，你都好似個等價，7 degree 呢你。我正差唔多，我幾日11度是幾度？11度是我唔知幾度，我比較 confirm。11度 Fahrenheit 係幾度唔知。OK， 來，咱想看吼，邊個福建做？你知咱邊個福建做20年啦？明年2005嘅嗬。對，你會記你是幾時聽起啊？哎呀。start 報錄嘅點正嘅時，會記我家己 start newspaper 嘅時，了我就看了我真趣味，因為that time 我嚟 Japan 嗬，咱無馬來西亞人講話，that time internet 都個400萬，你知我厝 internet 頭先 400萬，ISDN 嘅喎，你睇看啲 episode 都未 download one day，個你講你識咁看。所以你還是都已經去日本了啦，還是？去了幾年了，嘛是homesick咯，咧 homesick 都見聽邊個福建嘅人講，邊個福建講同人話嘅聲嚟講咯，了嘛是一步了，對嘛是去 search internet 咯，แล้ว就除掉 search internet 就除掉了。你聽了時，你學過episode 真趣味，你笑那笑嘅，個你講，你就我就揾起來啊，個你講咗啦，我揾個 episode 啊，我你看，哦呀，你頂到嘅 episode， 唔知你看未看到 ？Oh my god，看到，啊，你看下，我揾起，嗱講 earthquake in Japan 啦，我成更地走學成你頂到，你是 download 了本 CCD 嗬？你知喎，即係就我 download 啦，我一嚟 download，我特別睇字語，你就見到攞嚟大家睇。哦，你 download 了，你本了，你個來聽嗬？係咯嚇，冇我聽本。就會 download 嘅，個你講下嗰個點寫字啊，你讀見冇嚟嘅。你成個 stream 嘅限時訂啊！我哋辦開 download 啦，個電話注冊啊咩啦，我應該家己聽 internet 版嘅書 understand 咯。對，哇，頂到介直啊！你睇頂到，冷落嘅時，冷是用 Skype 嗬？拍電話我唔知。唔是 Skype，舊輩個 Skype 個早嘅時啊，是幾嘢係咪啊？我頂到是用拍電話就，頂到我用電話用 phone 架。頭先拍電話，頭先我你叫你哋教營養班嘅啊，你叫，你家啲小錄音啊，哇！你 episode 叫接蓮花歸海。嗱，你看這 Kelvin Tan 是無毛病，甲你講日本老姨，甲你熱笑。OK，แล้วโอเคเสร็จแล้ว咱講起特別咱講起啦，即我唔電話都安尼久我都唔知講你有本一塔起來啊，แล้ว你本個幾時？舊輩話 internet 好咧，我個冇本。你第新 episode 上面 I mean the latest one 你本嘅上面 episode 你看到？冇，當今第古嘅嚇，冇快嘅嚇 ，high classmate，呢個。有寫幾 episode 哦？Number five. Number 5 OK 當見啦900幾條都知哦。Number 5喎，benar je. Title 時啊，下個你podcast 寫啲呢，半點鐘呢，你就講。你波背啊，半點鐘。聽到 internet， 我看佢 internet slow 時啊，我係翻到即刻大人 complain。所以使落小股，當然 internet 好點半鐘嘅。
哇！你看，這是電台，我唔知你會記，只看聽整個只電台 Patrick 講，Welcome back，我唔接本留意。哇，感謝。哇！你這人老咗都可能歡喜個，這樹林是大蘑菇，你大蘑菇到底邊度講大蘑菇？OK，哇！你看，只看小金虎來 Welcome back，哇！大人 Welcome you back，老朋友嘅啦嚟。哇！你本你講第九出，你後尾你吹第一 the latest one of 你本是嚇第尾係咩？187哦，水命187水命。特別一本老魚，上個頂到本啊，會記錄上本嘅老咗這個。真係老咗啊！假如講下古邊你好見咧，假如講你本咧我幫佢車去聽，你 understand 咯？你如果係點寫事啊？聽咧你家己笑，他小查某呢，你隔壁話是人看路嘅啊，假如講，人係看路嘅你就，你家己車呀，你睇啲小查某家己去。上個起檔我叫出嚟超勁啦魚呢！哦，趣味。OK，咱講起定到日本老魚嘅故事 ，OK， 咱 rewind 到對嗰早係日本老魚嘅事，啊未去日本嘅老魚是少年查某嘅事，我會記你是，嗱你較慢咱在度講，咱原來是就是一道等日本啊喎。咱講我講起那個菜上條路菜哦，路中個路尾嚟嘅真係錯啊！你是幾時？頂到是咱咪講過，你幾時搬去合併 around 還沒年過嘅時，你搬去合條路啦，上路嘅話呢？我記得你唔是你頭一間厝，你捌大北為本嘅嗬？我大個機啊，日本是當日本啊，個機個路唔敢講本啊。你看 legendary guest 啦，買堅嚟啦，佢就白雲沙啦。OK 哈 OK， 你幾時間搬去當日本啊？明嘅？一到80年啊，80年。OK， 差唔多上時間我搬去，安怎下人嘅 passport cross 嘅嗬？頂到嘅事。會寫差數呢？哦，可能啦。特別我唔知講你捌看過，我有可能未見啦，because 咱頂到細漢之後大漢了，可能未見嘛。然後你會記你幾年嘅時離開啲當做乜啊？係一間厝 ，maybe 我係本細漢個。離開當做乜嘅厝啊？88年。88年 ，OK， 所以係我到啲中學個88年我是幾歲啊？88年我是14歲呢。所以我88年我離開巴都85年時我都冇咩大，但係冇啱咧，人哋我舊年咧，我去我 husband 會大，我搬出了，88就啲嚟日本了咯。哦，I see。我舊年3年個搬出嘛。Then 考慮自己，嗱，咱老人就知嘅好啦，冇可能唔知第唔得食咧。你咪講啊！你講，你講好快。你個頭毛渣，我冇頭毛渣，我怎麼有隻包啊？你有隻包。哎呦，人老了啊，咗人老了啊，白個了，老落個了啊，個含豬肥。佢見咧係一邊攞見，一邊殺見。唔使冇啦，一唔係分流了，流落嚟個了。喂，佢 OK，嗰個我小氣當那是到啲YouTube 是 Facebook 等看到 live 嘅人咧，係講你話係咪本地會每日本留嘢咧？你頭前係隻叫。
係隻叫，你我今日拍一 question 了，可能我看到就 YouTube 咧，我就我就係其實你看一個 Enrico 咪做細漢嘅，John got the youngest and the eldest， 伊細漢嘅伊不如咁在接過去，當佢唔知，等到你叫，等到下落聽，是不如咁唔知14歲14歲呢可能。一頭車嘛，伊嘛要對來，對來走翻咪見面。你猜到人到 Canada？ 是咩？我看到伊嚟講呢。recently 伊有起來隻 episode，佢講唔知定住，佢講下咩事？講伊講就我聽就感動嘅是講about伊爸過身 during pandemic 嘅嚇。OK，anyway， 我有聽嘅。你個聽，當然聽，當然到 YouTube 聽。放埋 YouTube 嚟聽，so Internet 嘛，Internet 大條啦，免 get 咩 download 啦，免 download 大條，美國呢邊嘅水啊，大叫你開 Internet，都係冚起嚟個好。OK，但我想起個。都我講起是日本佬意思，那是攞喺本地攞拍隻叫到啲頭前嘅時，我梗係看到了會使梅咯。我當尾聽嘅是，我梅咯就是我會記你媽是上人嚇。Then 我會聽你去跟人講就你媽是有大邊人嘅路嘅哦。你是大但係冇下一間厝啊？是冇。我伊大媽係見好邊嘅厝，那第time時我話你中午爾嘛，中午爾嘛，那第time我講過我 episode 嘛拍拖啊，點先是好媽拍甲對個半死未曉，會曉拍拖起條啊，咱第time時講13、14歲起條去拍拖嘅時啊，我媽個記即個另外文山嘅樓頂嘅位，我叫何所對話咯。日本佬以細漢就出名哦。冇啦，起條嘛，睇埋新聞嗰陣就見得起條。了我記啊，客家人拍多就流咗，一當我唔知當見之後咧，拍多就做我冇咩樣了。客家人咱係叫客家啊，咱係唔是講咱啦，是我啦，啊，真係真係。你問拖落嘴啊！我人嘅點先係拍拖咗，個個慘嘅，無款啦嚇，特別後期咯，變白款咯就understand，白款都掉淚嘛掉，嘛就那個全隻淚，嘛是用寫皮便便嚟叫，一嗌面噏啦，都掉阿面啊，佢白啲你看佢白人嚟嘅 understand 咯，然後嚟講白了嘛是和淚 address 上面了嘛是寫皮嚟咯就。咱厝客家咱係厝冇呢好名，出嚟冇電話嘅，understand 咯。咱最要卡電話，咱就冇電話，冇 handphone 嚟一帶咪，咪是寫批呢咯。But now after that 是寫批一禮拜間攞曬，你看你夾批嚟夾批去呢，咱都冇類別 stem 就咗啊，都俾夾你抽落嚟啲土嚟夾批，你就話 stem 隔離話拔膠啦，拔膠。伊嗰是拔膠啦 ，understand 咯？你拔膠咧，咪是啲愛情皮咯，你笠我笠你啦，你拔蕉拔sapphire啦，我拔蕉啥咪啦嚇，嚟啊啦，你笠嚟個笠佢咯就，你夾皮嚟啦，你就講唔去 dating 啊咪啊，咪講ไป講家姐讀冊見啦，咪是拜禮拜家談 dating，weekdays 咪嚟談 dating，都搞大半 weekdays 都係 dating，唔搞對話，偏講去 tuition。你頭隻死，夾皮咪是做 stem 咯就，因為 stem 我拔就你講咯，嚇，你拔到啲嘢頂面可以接 end 到啲，你係打咧是你覺得容易，你夾起伊做上看學，你咧教你夾對那行路係點先是，你夾容易啦，淡啲切伊隻嘢你抹一捉你抹嘛冇實用嘅。實用，臭下解，誒，呢時攞鋼餅咯，攞鋼餅寫屁事講 ，hello 愛整，白白做呢嘛，白白擦見啦嘛，你未見咩啦？你會記過獎哈，你會記過獎，我嘅寫到啲好咯。
啊，臭咪用一個月，用雞碌食嘅，咪就俾佢先嚟 step， 知唔知？咁搞啦，就下個真係出味咯就。你記到底但係冇就係試嘛嚟叫。我知你就係試，我知。我你媽係試，我就你牌。無留面最好啊！甲你講，我屬個boyfriend 喎，甲你講啊，可以用河水對我走過嚟，另外半山邊，until the next day 啊，佢哋大波唔敢隨我了咯。嚇走去啊！哈咯，一徛個講起話媽對我，你就日底嘛，個另外半山樓頂喎，一邊是 supermarket 嚟嚟叫，伊是過來邊人 supermarket 喎，แล้วตัว一邊伊賣有藍啦，賣啲咧。大料啊！你款你เลย就頂個就個手邊，แล้วว่า媽帶我嘅cousin去買有藍咯，也上人也 just 個隻有藍嘅 understand 咯，แล้ว我就去便宜咯，我大家出嚟點時候講去買去波士，我講講你款你就，你咪是講話拖咯，一對你媽就再去啊？還是冇家己去？我先去啦，我想到我，咧特登嘛，伊邊度啲 food court 誒，你 understand 咯，咧伊度有啲咧jukebox 誒，就係類嘅，咧睇只我就個只伊冇就係咯咋，咧我邊去咧嘛去啲到去看手看到西面咯，你話媽買有藍咧是，伊家出。我去地條去捧去做去幫女啦，就聽歌啦，坐條無雜，一看到我了咋，一罵我了咋係咪？落湯啊，加帶啊，蛇탕啊，伊講波士波過來，跟你亞笨山啊，去吹舊歌啊，罵我啊對，你咪差少啲機會，你少啲機會應該是大韓文啊嘛。我10個啦冇用。冇14歲呢，曉咯嚇。and then form 2佢去拍拖了，係你14歲即係曉落，14歲曉落，頭聽邊咧學件事冇咩大事啊。所以大波19歲，你係咪有等嘅啊？你係咪有等？你唔是 CBD 啊？我背啲骨地有等嘅，你講嘅咩？OK，但係你講嘅咩？CB 嘟。แล้ว我係大波子，sen嘟嘅。哦，sen嘟。OK。แล้วเราชอบบัดเดียวนี่อันจะดูเดียวฮะอันจะ講下บัดดี้กูจะสิ่งบัดดี้กูจะบ้านว่าไงปิกนิกบัดดี้รู้จักกูว่าไงจำสิ่งที่เหรอแต่ตัวกูน่ะก็ไปปังเกะอาจจะไปลาเลไปในควันนะเขาแล้วมีอัพรู้จักเขาเลยกรุ๊ปตาโป嗱，嗰10年20年咧，往正往東橋10年20年啦，打波學嘅這類10波學唔知3個年你咋，打波唔知學5個something嚟嘅，然後去啲咧即係 social 你去別人嘅咧，而家就是即係定到時去別人嘅 social party 呢，可能。對，然後 always meet up 上 place 嘅講咗，但係冇咩 bus 咧，佢咧邊單調咧借 bus 去不到邊嘅。所以巴啲是到底把最定義位，特別人都是都到底。OK。但係佢咪白咯，最人安排嘅，最人 organize 嘅，朋友呢？朋友啦，當時是大波朋咧，要 girlfriend 咧 girlfriend 招出朋嘅本，แล้ว大波因招看啦，แล้ว大波咪學個招女娘咯，大波唔知是當時3個人係咪？แล้ว我就在平咧啦，咁我媽對佢講，媽。我等講啊，準備去做阿咪嘅outing啊，就人準備3個人阿咪，就在講咗啦，就在怪故事殺咗啦，你知，就在講嘛講，你知，阿咪3個人啊，阿咪 project 準備出咗，我媽媽好啦，我是把來點先，我人準備到對我等去做 project 啊咪啊，準備去訪問啊，門口嘅人啊咪啦，你知，咪去 picnic 嘛啦講，準備食 picnic 嘅衫，俾雜物件去嘛，你知，啊 somebody organize 又票女啊，又咪俾物件咯。茶米粉啦，俾咪樣平時都咪小白呢款嘅咯。你 always meeting place 就係用啊 bus stop 咯，就解咪會啊。掛靠啊，你係夾邊嘅啦。
嚟講下係啦，當佢賣啲賣你個人披薩個邊邊，對賣嗰啲邊邊嘅對，你咪借個去，嚇賣咯，你就，你冇電話冇關係啊嘛，佢嗰陣時就換來都唔知，當時有當時啊冇肯出，係嘛咩掉得出嚟，咁俾住拖卡咪做好事，一家攤出，你哋人走去佢平時冇換人啊，梗係慘，都冇電話俾佢，你講得下嗰度冇電話，咁滯啊，佢樣三個可未？嚇，河了咯，呢度河了誒，哇！所以你是特別你樣 marketing 咧，是啲通過學堂媒啦，佢就是學堂嘅朋友介紹啦，嚇。講你即到你party咧，是學堂嘅朋友介紹，然後能夠才對啦，即 party。都擺得，一 after 咧時都有個班，個班咧是第time 16出會咧，點先是有啲 pen bell column 未 understand 咯。嚇，在到啲報紙還是 magazine 嚟啊？對，係報紙邊係後邊都唔係借咧，我 friend。你 criteria 上面，你要取下咩條件？我感覺啦，當我可能會寫咧，我注意到嘅。你見啦，你嚴嘅人啊，人節派都注意到。人會去，你那鎖掉，伊個那官僚。control 呀，應冇嘢都 understand 咯。上家當見咪見啦，講講我自己講就好啦嚇。咱冇咩插人啊，人冇咩去插人 understand 咯。你節上個為乜咧啊？唔知啦，為乜因為嗱啊，是一交頭要電啊，是唔知客觀嘅人，你把大波一個數 XEX 咧就。哦 ，OK，因為 mindset 係呢，你講把大波，驚你騙，驚你可能騙，驚你話大波騙，驚你知道你含煎餅。當今日話含煎餅啊嘛，定當時係驚人知道你含煎餅啊。未，到幾含煎餅時咁齊咧，未用，但係咧。冇啊，客觀嘅人啊，一隻鹹嘅，客觀啊，話人嘅點聲嚇，唔捌聽過人講你條嘅都係個數嘅，本嚟會咋，你捌聽講，到今啊，即平常咧，大波就冇被教你條嘅都，當然我聽是只平常嘅個數，客觀話點聲是冇嘅會咋，你就講你條嘅都啊，但係人講咧，做人嘅生意，好似做人嘅生意啊，人講話咧，我發定 as 講。人歡喜咁問人 ，lovers 人俾 live together 後先，人買教後先，還是冇呢教後先，冇肯你個數嘅呀。你 live together，你可能聽到，哦，依啊，做人生意咯，可能笑咯，人講嘅客觀人。你安怎捌到你日本嘅人咧？台灣做工，我做工咧，我係所在。你是去日本還是伊來馬來亞？伊來馬來亞。哦，你買แล้วว่า做工是成關嘅啦，就係咧你是講真係 high percentage of 人係精嘅人嚟啦，你先。哦 ，OK，介紹你款嚟都掉咯，你就。แล้ว教你按寫配安尼喎？個 Sam 冇個 Sam，你是細漢嘅時大漢嘅咩呢？大漢咩呢？我俾做工 OK 啦。住咧就，แล้ว你聽到嘅時你講安尼款啊，我唔知講成日講你特啲等住門啊，還是幫我 skin 啊，還是特啲等住門啊，變大漢子，你會想到細人你細漢點先？你會想到成日係咪記憶 memory 真 interesting 真趣味真即係記條你腦係一種嘅物件是係咪？但係講買 skin 起先，買 skin 係咪起啊？哇！咁都講啊，我講白講過本咧啦，嗱咪派死咯 ，understand 咯，แล้ว話媽前日鹹，查某未使出去，因為好多咁多出嚟講嘅，咁就，你知啦，咱哋我同見咱maybe 有人都 agree 啦，咱阿婆查某都想咯咋 ，when 咱去 go to the next step of 咱嘅 teenage life 啦哟。咱無法，咱係荷爾變嘛，家己去加帶，唔是講就自己加帶。家己去加帶，未 control 嘅隻物件對。無
無法咧，咱搞迄個點寫，咱比咱袂寫物嘅，家己咱好冇變咧，家己起家帶啦，就是。咱查甫就見捌查某，查某就見捌查甫，這無法嘅物件來，你講對唔對？我嘅媽係點寫時嘛是都有party咯，就過八六暝，當時啊物事啊，classmate 叫咪啦，嘛去 party 啦咪咯。但媽定睇咩了？我直直騙講，我直直去報時的。แล้วว่า party ว่า成個ซินเดอเรลล่าเนี่ยไปใส่กับจีเตียมตุ้ยเนี่ยก็ต้องไอ้เตียมเข้าใจต้องปนแต่ไปเจ้าเลยนำจับจีเตียมว่าจะซีแล้วเว้ยก็รู้講แล้ว當時啊一拖家陳被地記咯，那些哇媽個都講啊，一家咧離離少少個記，迄那個阿蒙蒙的，但買緊只阿妹就係蒙邊個了啊，無開大會，一家離離少少個邊一單掉啊，你單看，你樣大波又冇多在話對阿面地方嘅事，哇，班底對哇，個都講咧咩鬼啊，個佢蒙我都冇見我走啊，個佢蒙在邊。冇，是咁是到底是假病。你到底咧咩唔是？我係啲白病嘅咯，咁你望嘅對面就是望緊了掉嘅就。fetish 不差唔多俾叫 fetish 白病，跟住叫你眼光嘅病。對。OK。比較佢眼光。咁我住啲羅病啊，即係白色嘅病。我住會白色。OK，何兆輝、黃勝輝是另外一邊。何兆輝 OK。你對哇，甲你講啦，แล้ว我走甲無啊，走去去房頂我走啊，甲你講阿咪鬼我都無驚了。即邊離少少個解啊，唔係我講鬼無解，離少少解很擔都就很擔。你媽有你驗咗你白嚟姊妹，還是驗個女呢？頂你個牌。我個牌。你只假定你就話買啲麻雀家機啊，一個一時當機來咯，你知咯？跳嗰啲浙江嘅當機來咯，你知咯？你唔知啦，即當機唔知有咩冇人啦，伊當時跳啦，人來坐伊添，伊打伊 break time 啊，伊講 break，伊咪去企當去做成啲，成個到對嚟拍，嚟就打 break time。伊講我媽咪計講我哋算計派絲係面咋？伊個女垃圾咯，你真係立垃圾個嚟叫，我話你俾留啲，因為條話你是話未 until today 啲老都 still remember the experience。喂，叫你冇講佢。哎呦，你好多隻啊！嚇？好多隻啊！係擼垃圾，即係擼咪擼，你解垃圾，好阿媽，如果你是浙江嘅垃圾，叫我阿媽講，我吞咧，我就跳，我就怪，我阿媽講我派絲嘛，係即刻呢？你喺度吞哦，都吞，冇用。我面整下講唔吞啊，但係都在這裡，你都未咬啊！哎呦，少咬！你特別都制前呢年就看到伊，我就想我驚伊，就被叫安尼看，下個人啊，樣只相信對。對，冇人講啊，你看啊。嗱，佢出來啊，你就兄弟啊，條狗面啊，一燒條虎啊，佢過嚟位啊，佢嘅口個咧啉平安嘅，你捌出來過哦。我明白啦，特別我知啦，我知嚇。燒一條平安虎，去看落本冇燒條虎嘅過嚟，但人見到就人就隨亂問你看呢，一見一隻上上開物件，有咯。你較細漢嘅時呢，較細漢你會見你頭面有燈啊，細漢時。本是 protocol 咧。冇啊 protocol 成6，actually 我是 student 嘅點先係我讀一波嘅，咧我係把講 transfer，我成6時我把 transfer 嚟邊啊咧，咧我個嚟成6個佢邊嘅protocol 嘅有燈。所以小學是到第一波嘅，你出嚟講廣東話是講嘅話咩？我人出來第面，我人講福建話，我門口嗰啲講廣東話你講咯。但係你出來人講福建話，你福建話個成個人咧，你出來你嘅爸母是邊個人後本地？邊個人啊？還是北方嘅人？
你知啦，我媽人成日人又散波咧，你講有từng人嚟，講từng人搬啦，你就嚟。特別人講佢又講出嚟，人講又講福建話，你媽個人講福建話呀？我爸嘛是咁講，我爸講也冇話，你我媽咁講福建話。哦，可能是到啲北平嘛，上地我北平，所以講嘅福建話甲邊嚟嘅像。我媽住布吉嘅23人嚟。哦，布吉 ，OK， 特別你媽是住正大啦。啊，我媽個正出事啦，特別你媽本是住一波還是住邊嚟？應當是。一波。伊大漢嘅是，我本是住一波啊，一波嘅。特別伊講話，伊講話個，你講話誒福建腔有無像啊？甲人當講福建話，甲你媽。又是一波腔。OK 啊，我媽講什麼話誒？哦，你以後講什麼？我有聽幾粒，我冇講，有聽臭話幾粒啦，伊咩話？嚟講下加咩臭話，我都未知先，都未知。伊咩啊？阿咩？大風，我媽就講咩啦？大風是大坑啊？唔知啊，大風講佢就靠死個了，伊咩咯就？哦，冚家產嘅意思哦。OK。就有咯，有就。稀罕，伊咩我就佢just個名話稀罕。啊，稀罕係咩？自擺個帶。哦，名我你未見㗎。每個人想到個了，到啲蠻緊嘅語氣，就是你到啲種即係因為十幾歲啊，還是你頂到是你大一波，頂到你大一波是你媽有個人做就係大哦。冇，我媽大甲我姨個去邊嘅位，但伊上想伊落去一波去看我人安尼管啦，你知？係是，所以你去個邊嘅甲互你媽管啦，頭是幫聲啦，細陣時甲十幾歲啊，甲鐵大邊嘅時甲上一間厝啦，你媽甲嚴管甲你嚴。唔是啊，你可以過書本，你就咱到一波咁些時，咱成日話甲社會，咱無談過嗰種，無談啊，談無大隻個，無夠大隻個，伊來邊咧，別曉鳥個，伊飼無大個嘅糖，咱來邊咧嗰時候，咱長大了啊，伊糖，伊有力了啦。咱哋啱啊！一堂有啦，點先是？伊都鹽噶咱都熱鹽，咱都熱愛喎。咱見到咱袂，人家講咱 at that stage 嚟嘛。你講對唔對？咱哋十幾歲點先，都熱鹽我熱愛。哪百哪官僚？當見，可能留意啦，當見都鹽嘅我都未愛啦。你到底你是到底到一波大就十幾年本咯，了解去馬斯金大幾年，咁幫佢等住冇啊？我你看啦，1971我大冇1970咪是第六冊咯，然後哇，是你馬斯金啊？馬斯金那我講10年啦，你同馬斯金講10年半，我。就10年哦。阿啲我都出來做工，阿咪，你係是阿仔我甲搬去。哦，你出來做工，甲大當中嘛，袂怪人嘅circle無蝦米 mix 掉，你係是個細漢個。特別你嘅厝離我嘅厝無遠呀喎，幾間第一間。30間咯。你是對面邊啊？我係對面邊還是？我是對面邊啊！你是對面邊，對面第四間就是你厝咯。我係羅振南咯。你是較舊嘅，我係是較新嘅 development。你係邊城區嘅？你係較懸嘅，你係對面邊。你起你厝是特別斜斜，梗係起你厝嘅，我厝是平嘛，所以我厝是到啲較假較新 development。了你到啲你搬嚟講國了，搞得出來，唔要緊啦，講國嚟一條。你搬嚟講國度咧，還是你已經做工啊？冇我個機還是中澳個？唔係，點解是都有做工了本？咧歷代嘅時，
แล้วเดี๋ยวต้องมาตัวที่ KL 做工本รู้จัก after graduate แล้วว่าคือ做工 actually รู้จักว่าตัวมากินได้เสีย after graduate แล้ว after สิว่าdream ไม่ understand เนา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าเพราะว่า dream ที่รู้แล้วว่าบอกว่าแล้วว่าจะกิจสินะเจ้าที่ KL 做工เนาะ講話係咪 dream ว่าเกณฑ์โจว่าหนูเลย dream อ่ะจะหาว่าเกณฑ์โจมีสิแล้วแต่จีเลยว่าเกณฑ์โจสินใจรู้ understand เนาะแล้ว after that สิเหรอแล้ว after that สิว่ามาสิ graduate แล้ว after that สิฮักกูแต่เลยมีสิละสินใจมันก็ทักกัน university มันทักกันในกวนนี่รู้ understand เนาะแล้วว่า graduate แล้ว after that สิว่า朋友กันแล้วมา招咯แต่ตั้งสิแต่เลยเขาเรียก UK จะ時間啊จะ時間去 UK 做มีสิรู้ใจ咯แต่ตั้งสิ佢咧走去 UK 大車，走去 UK 做面試是已經讀了做面試出來做面試，一個走去 UK 做工，還是去 UK 做面做面試？去學咧，佢做嗰邊邊咧，係 guarantor，係攞 guarantor。แล้วลูกกับกี่ด้วยป่วยกี่ผิวได้ตัวไอ้ลูกเตะเผาถอดเตะบอลหรือ something อะไรได้ยังไงก็ขี่มาแกก็ลูกคิวเป็นปีลูกเที่ยวป่วยกี่ยังไงมาตั้งลูกก้อนเดียวโอเคนี่จะเป็นหลังโปรย้ำใจละแล้วแต่ตั้งสิดูจะแล้วแต่ตั้งวางเหตุที่ตัวเจดู understand ตัวแล้วว่าสิเจจีมาแล้วตัวอยู่แม่ป้าหลังกันแล้วคือถัดเช็คกินกันในคนชูอันมาแต่ตั้งบุปันยีมาลูกก้อนเดียวแล้วว่าคลาสเมทกันแล้วขี่เอาไปรอตัวว่าเอาไปรอ平均ต้องกันแล้วยังขี่กุยปันยังกุยขี่กันแล้วไป join ยังไปขี่จะจ้าด้วยอะไรจะ form ด้วยอะไรแล้ว叫ไว้กับกี่หลังน่ะรู้จักก็สปอนเซอร์ว่าแต่ละเขาว่าขี่แล้วตั้งว่าโจโหแล้วว่าเห็นตัวนึงรู้จะรู้看水話人咯。Oh my！你嘛生囝生甲爸人，你人嘅面主要本事去做面試，佢講話呢，佢咯。哦。然後買出一條路好啊，แล้ว佢考咯，無限期咯，極閃咯。咁第二道係真再嚟 again， 做成正。然後就是愛幫，又就俾學幫啊面試幾時，然後要條件啊面啦。when you under training 啊，咪是伊會使你去campo啊，是啊咪，no，你就ไปขี่啦，袂使講 choose that 你買ขี่嘅所在，你買ขี่嘅所在。你排你去到咯，就ไปขี่到咯嚇。到就嚟啊咯，佢近起嘢到就講啦，到就嚟啊啦。近起唔係話佢就你見ขี่啲咧kampung。個頂你去教人家咧，無成人個了去去邊啦，佢真嘅人你知啦，無成啊。個頂去邊去吹咧無成，要去做人嘅波，然之後邊人錯事咧波，你愛去，你要去見做人波，你近起啊嚇，伊唔係話你款人就先。แล้ว嘛是買好咯，都在買好，佢哋講我要做成這事 ，because 我ทัน send 佢哋 training 啊咪。ทันคิดบัตรตาโปอ่ะมีตัวใจ object แล้วว่ามาเบียงก็รู้ก็ว่ามาเที่ยงเย่เที่ยงกงนะเที่ยงอาม่ากงนะมังนะช่วยจะเป็นชิ้นชาช่วยเด็กกังต่างโหลามว่าเก็กซิมก็รู้ก็จ้าที่เกี่ยวโจกันก็ว่า dream โบฮีรู้อันนั้นแล้ว after that ว่าตัวตุ้ยไหนฮะว่า group ว่าsection แปะขี้อ่ะอันเดียวใจที่ยังตัวสินเสก็กี่ตัว green lane 啦ก็มีตัวตัวที่ว่าบูมิกี้啦ก็係見少เนี่ยสังเกตไงสังเกตก็ว่าไอ้กันแล้วหลังชุดไล่หลังสินแสกันแล้วว่าบุหังคีว่าแกกินมันเจ้ากี่เกี่ยวแล้วลูกกี่เกี่ยว做嗰陣時，你是幾歲啊？是20幾歲啊？冇我20蚊啦，19、20蚊啦，เจ้ากี่ before เจ้ากี่時有เจ้ากี่เลยแล้วเป็นนั่ง industrial แต่เลย Intel 啦 Motorola แต่เลยไปนั่งป้าแต่factory ควาอีแต่ไม่ใช่จะทูบิวจะไปใจก็จะมีอีสูจะตะกุยอีฮักคูบาสกิลักใจเลยจ้ะแล้วจิตควาตอนนี้ควานั่งเจ็บบาสกิลักอันมีกังอะไรอันไม่ใช่บาสกิลักช็อกบ่ช็อกอันนั้นก็เนี่ยกังเลยจ้ะยังที่จะมีมัน是驚咯จะเอาไปช่วยตัวกังเต็มเสียสิอ่ะคิด testing 咯แล้วลูกคิดใช่ล่ะแล้วลูกคิด做到กูลูกมาคิดตัวที่這個free trade zone 係邊做到กู唔知做3個月噃未打電嚟先哦所以有 shift 嘅啫有 shift แล้ว你是做咩工做咩production operator 啦
入去，你 L 妹無你做咩嘛？咱 L 妹入去，要摘看，做咩物件？雞共廠我要摘呢？咱嘛去做佢 bonding 咯，你做伊 bonding 安尼咯。bonding 是做咩？那個黏物件呢？伊上個伊 robot 嚟看，都塞伊接入去，伊 bond 安尼看你就。OK。伊都用金線 bond 嘅，你隻頭睇金線，我唔知。隔壁迄個老鳥教我。搞歹咯！哦，伊是用金線來黏，所以頭睇伊金線。伊接啊，伊接佢人先咯。伊大家伊 robot 調啦，伊金線背啦是攞換金線去綁。แล้ว我未曉神仙其實嘛，แล้ว捌到朋友喺對面，迄個老鳥教我咯，伊講伊金線咧，差不多背了，你才頭尾咧，你練上皮扛西，佢都掂落啲 pocket 位，佢都翹咧，自己講都唔知記得咧。你當做小金嘅位啊，啲白有女嘢樣教我呢，看我係故事啊，我你知？那解咯，咪就咪咪嘅嗰啲。哇！呢啲全部都唔聽過。哦。Hello，樣教我嘛，樣go bonding，樣就go bonding嘛，但係是啊，冇夠good啊，嚟睇係點時你借呢點時？20-30個女本啊，翹下皮晒你關啊，伊金女樣嘛，伊表過來啦，你先伊金說，你練下皮行晒你關啊，都翹起來啊！你冇使這講呢，吞落去。唔加吞，這個叫gì來？這講是假包。你講這小金虎講 trade secret 啊，這是。最。你曉嘅是啊，老鳥格蘭呢，咱咪嚟曉得啲物件，咱是大家我要去看，講到底人巴斯啦，大嚟載人，咱去咧工廠做咩物件，我要載呢，大家呢啦。你後尾冇興趣啊？冇，我都買大便咧，因為啲佢隻老河寶好啲，我買大便咧。哦 ，OK， 老河寶是你買啦。係啦。所以我想講你想減你未，你特別離開，所以你走去 KL。走去 KL 去做 office 工 KL 嘅。哦。你去 KL 落久啊 ？KL 走兩年嘅驚很遠。走對來一條 stroke， 可唔可以一條 stroke？ 哦。一條 stroke 咧，下電咧，我咪都講。阿媽未咩，你對來啦，我嘛 set 啦，你 set 你家己嘢走呢？你嘛買你走呢？離開身邊，特別你是為咗你買嘅，要大媽就做，阿個阿婆都對來啦。嚇 ，everything 嗰啲伊被插 ，everything 嗰啲伊被關，你知道？就打伊被關，你借你關你起來。我咪你有安尼對你嘅白你兄弟啊，嗰了有，你兄弟啊是嗰了雜冇？你幾間做幾人㗎了？查某變嗰一隻工嘅啦，哦，你做大哥啊？頭仔是大哥嚇？啊？頭仔是大哥啊？頭仔是大波啊？啊，大姐第二妹就是大波嚟。哦，報掉啦！七隻波一隻工。七隻波啊？報啊，但你報啊？哦，哇！咩報談文啊？報家第二杯就是工咯，第二杯工咧都在報，都在出來都只報嚟，就講第二杯是工咧，可能第二到 next one 有攤都只工咗啦，都在出來報。人係雜一個大波，一個加一，後尾就加一雜波。對，哇！แล้วรู้是做第二。哦，伊特人，伊有咧減啊是一啲度都只啦。有啊，特你個咧減，特你個唔知啦，伊。way of upbringing 我唔知 maybe 是一樣嘅點先是一樣嘛做一樣嘅呢，可能咧一樣一代嘅，一代嗰啲現代，為家境就是安尼看家呢。是咯，了樣家呢看一代一代咧，了你知啦係嘛會帶咩哦？伊人冇咩 exposure to outside 嘅人嘅先咯。咧伊唔曉講去叫唔係做為囝呢，伊唔敢講嘅，伊直直教我講聽阿媽話啦。聽阿媽話啦，一直講呢，你 feel 到啊，冇人係 support 咱咯，先未創開，未創開嗎？你安怎掉 stroke 了對來呀？安怎？OK，了對來嘅字，掉 stroke 了嗰話嘛叫對來呀啦，嘛講阿媽掉 stroke 伊未咩路了，伊未拍路了，你知？你知？了對來咧是一掉 stroke 了，伊都變老毛去咯，安怎先咯？伊講話冇咩嘢，你知？
我特别路站，台灣我要出去暗暝，我just 食 supper，嘛是去即個平華邊前嗰邊嘛是有。幾大就學個store噶啦，當然。我就講我就每啦，嘛要行出去嘛，嘛先行去平華見見嘛對。我就每啦來食麵啊，打包對來出來，幾人嚇啦，咱就每媽來食麵，你就講我要坐船去長山，甲我講呢。我就笑，因為就知伊 favorite 就是咖喱麵，你安尼說，我就真係食咖喱麵，你安尼說。因為我講阿媽要坐咩船去長山，伊講我要坐船去長山，甲我講阿媽你食咖喱麵啊，伊講我諗想變成囡仔去呢，係變下囡仔嚟看咯。但係你講大馬嘛是伊大馬是伊要弄半去當中門還是伊無大去當中門，伊無去當中門係大啦。冇意思係買緊嚟。OK， 所以你來當中門是你 already 你媽 already 過身了。係咯，個伊啊你派啊，甲你講下，when 伊死嘅時啊，伊家孫甲你無半人會考，甲你考未出，甲你笑。未笑咧條命。點知？伊阿妹死啦！伊阿妹咩？你就叫講阿妹咩就要出所嘛，見咩嘛想去大拜，妹咩你講，我特別流目油，特別好，特別有效，一下過對樣。一瞬間我去大笑啦，條命！我諗住我面子貴，條命，好咧，伊阿妹唔錯。別使笑啊！點使特別好，特別吹牌油，你就因為我喂你隔四行你講要計黃軒啊嘛死啊！放蛇！冇，你一邊就電腦係咪？又袂一邊就電腦唔知10幾20條，真係十幾電腦咯就，哇！我去伊電腦嗰啲電腦就嗰啲而家嚟做地照班啊，等下白可以一條白可以開花，我拆喺後尾邊鐵套地照班咩？我嗰邊出到嘅時候，咪就叫佢特別好咯。人講特別有效，特別好，但係好未出，啊，變咗嘅好，你做個話先㗎啦，你下個啦，就好未出嘛，但冇法咯，我叫跳檔啊，你即係講佢檔機啊，可以，我嘛唔知可以30塊嗰啲嘢，叫佢考咯，哇，考個實家你地照班咧啊，老媽，都冇啲啦，冇太破膠啦，這成個真好人㗎啦。但後男人考咯，考架大聲細聲咧咯，但伊家陣就未考未出嘛，啲伊做甲伊人，甲你心正甲伊咯，安尼先咯，真係咯，你媽這裡當時真好了哦，發生無談 interview 到伊啊，因為伊個真濟，伊特別伊，我記錄上捌講過，唔知伊有解光頭啥物吼。你媽？唔是伊啊，結拜哦，結拜對，嚇對，結拜哦，對，上人一生就嚟金崩嘅啦，那些來結拜子，到底上帝是上帝金崩啊，上帝金崩啦，呀白，我係媽係點生字哦，伊人。長山人，客家嘅人係我聽我媽講嘅啦。客家伊人喺長山嘛是真係濟來長山來咱嚟馬來亞咯，對唔對？一樣來係，一樣無類人來亂到先咯，一樣解考長山樣無背脊，一樣來馬來西亞來參加亂到先咯。然後實個我講啊，你看啦，伊是夾頭冇學人嘅，我哋亂到先咯。你講是嘛是吹波波咯。你講是鄧人啊？鄧人，你是馬來亞人？唔是鄧山。哦，鄧山來搬來，伊是鄧山為落來，人正環境做工啊。樣地轉地搬樣個了，樣來馬來亞來參加，樣鄧山就考咯，安尼仔咯。你樣被開話，你樣曲啊，你親戚可能招累，可能樣地轉。
来马来西亚 understand 的，但是那马来西亚本有抓头嘅 understand，你也冇本事抓某嘅 understand，被抓掉，咱哋咧在马来西亚查某，咱登山人来，嗰是故意来呢，咱去吹某，你樣上地本真係慘 understand，你伊人查某本長可吹紅本，你樣到底做產咩？你樣都有成個文人嘅，你看 snake head，然後那抓幾個上坡，佢那抓過這邊來教好樣地故意嘅，你看到明白哦？你上課佢上地教幫人抓來教因咯，來好樣教因咯，你嘛是我媽甲伊會結拜，樣來樣變結拜去啊 ，maybe 樣無 family 嘅事。親嘅啦，就係結拜。哦，你叫伊係咩啊？你叫伊？我叫婆婆。我叫婆婆。婆婆。OK。你叫你媽呢？阿媽。你叫你媽？你叫你媽咪？你叫你媽阿媽？阿媽。我叫阿媽。哦。because 叫你婆婆是你結拜嘅嚇，伊結拜誒啲日子哦，到一波嘛，到一波咧，我講話嘛，咪就叫婆婆咯，對哦，叫我叫婆婆咯，咧我係媽咪叫媽咯，แล้ว我係媽個字ตัวเป็นเอง個字啦，伊ตัว婆婆ว่า個伊咯 understand 咯，所謂 O E 啦，做公頭啦，個白曉個 O E 對，我當然我想起啊，安尼款咧 ，because 伊ตัว樓頂呢 understand 咯，伊個你較識啊，伊個I mean 你有牌我成個你媽嚟牌嘛？哦，所以就講話，伊唔曉講，伊冇咩講話，伊教講上話甲混下話呢，甲混下話，咧伊冇咩講話，咧特句，咧伊冇咩樓推咗，伊特句叫我去買物件，伊咧伊做伊上家看未成咧，款啊，佢就咧看拜荷人啊，做功德荷人，咧我就是伊嘅兔仔啊，你款嚟就冇緊錢啊，伊就叫佢你咁冇嘢可以啦，你是伊 assistant。佢俾咁嘅嘢，啊是 servant 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佢就有嘅叫佢俾咧，好一筆好個筆咧，個紙啊，但是睇過類似好個筆。你做嘅報咧，你個搞啦，你個搞，削嘛出邊麼啦？根本是叫你本人俾講話，安怎講頭安怎做，你冇看。你台灣唔曉，佢講嘅，但我唔知 send the tree 啊，我唔知你叫做公頭，我唔知公頭，我咧成家同馬沙。OK，伊做咩？伊叫我去買啲米粉啊，呢款啊，佢就當時落去樓下叫我去買花啦，叫我去買柑檬煙啦，安尼，伊對來咧，伊炒迄個米粉上加做粿呢款啊，咧做大波嘅一個大波嘅，一隻大波有靚嘅咧。俾紅米去點伊人嘅目睭，人嘅喙啊，你看點啦，伊就，แล้ว伊夾 from customer 嘅頭毛嚟對入去刀人，你看咯，人家 customer 增加，你看條，咱咪嚟而家去公頭，咱見哪嚟嘛，冇。你看什麼是紅公啊？啲都 plastic 嘅呢，你 after that 伊做好伊啲紅公啦咪啦，伊出呢米粉頭米粉杯伊買叫我入去掂，我看伊無看嘛，佢包嘢咗房間，我自己去做咯。我都自己做咧，成日做學嘢啦。哦，我看伊嘛，because 我借他來學錢嘅呢，我都就都幾保穩的 customer 來時看去加 customer 嘅增加啦，加 customer 嘅頭毛啦，嗰隻要加 customer 嘅衫啦咩咩，咱咪看啦 monkey see monkey do 都 understand。啊對，你看伊做。伊從頭全部嘅物件叫我入去上班，他去店咩我咪個。包起來又有房間個頂，無人是我家己做，我家己人個，哪教我家己增加教我頭毛去做。伊教嘅人個安怎去撈個去迄龍溝位啦，係啊，安怎去包啦，去撈個去迄大龍溝和龍溝最包，你咪包啦個嘅人個，咱家己嘅頭毛咱咪就去包去撈個去龍溝位嗰隻嗰種。哦，呀！我慢慢見到啦，唔知咩個公頭嘅，咱細漢時唔知，未曉。你知，咱伊教咯，下古了伊飼龜囝，咱唔知，咱細漢時咱唔知咩叫做龜囝。伊這邊教咯，伊做，個叫你隔壁的，伊去罵人嘅喎。成日講，伊講什麼？伊當時講河南話，伊當時講上話，當時伊講廣東話呢款。你知，啥？我所以等於做一咩？免亂，免做怕，這邊。我就看到伊，我看你兩個房間，我也無做半項，我去捡物件緊。
伊上甲去骂人嘅呢，反正有咋？哦，伊反正哟，對我都唔知，伊是公頭婆，我都唔知。我你嘛是幾時間有曉？伊看擺互人爾，咱袂曉，囡仔事。你幾時間學到啊？幾時個在講伊有呢有呢 block 有呢哈，看公頭。到尾是啊個10幾歲了，咱看戲，看啲香港嘅戲，你 understand 咯？公頭係條 Black Magic 公頭，我看，我這嘛是婆婆做嘅物件咯。我來看戲時間學到誒。我車驚，你我問阿媽，我媽，我講你看得戲，佢上個婆婆，我細漢時婆婆做開物件係哦，你看，上我佢上個婆婆做嘅物件，你我媽甲講嚇，伊公頭先嚟，我媽甲講，咱袂曉嘛，囡仔，佢講對。留咗本啦，我感覺啦，唔知啦，我唔敢講啦，幫我家己講嘢啦。咱呢物件，你相信就是有嘅迄物件，你無相信就是無迄物件，我感覺啦。上家我家己去做迄個紅乾仔，家己加家己頭毛，家己係裝加入去，家己去挖屋，上家去弄樓，去弄到就無事嘅。家己做家己公頭啊，你家己是。家己做家己。相信咪有咯，你無相信咪是無，咱就唔知講你公頭，咱去學伊做伊係呢款，咱無伊係呢款啊，咱去做，咱就感覺無關係。會笑嘅，甲你講，即係真少物件嘛，就嘛針囡仔當今嘅囡仔佚佗嘅物件講，咱下個囡仔佚佗嘅物件無相關嘅嗬。少。我記囡仔嗰啲無咩出去門口，個跟佢佚佗 game，咱下個咱嘅跳巴肚啊，對。跳巴肚啦，你 pick up stone 啦，你係咪啊？嗱，叫做咩事鬼啊？嚇，macam嘅啦，呢咋？跳啲 rubber seat 搭子。嚇，依 rubber seat。超靈芝，超靈芝咧，我騰人。我做咧咪根本。咁幫人見啦，我做咧。小別講唔知啦，講咩嘢？佢哋講又唔知啦，講咩嘢？我係見到係就嗰啲macam小嘅物件，嗰啲係做嘅，佢哋講咩啊？哦，本來留咗啲物件。我了 ，OK，so 當 OK，細漢連你其實你所捌到你翁了去日本。去日本大是還是你媽無啦？還是去日本嘅事？無啦。日本咧，你叫我做，我甲你講下吧，你嫁外國會多逼你笑甲人多你叫，我就去日本。嚇，對。嚇？你講你頭，你叫你爭啊咪？你教人嘅事。Actually，我教人就見馬來西亞我就正成年做下面了嘛，對。OK，所以你大兩年本校到啲馬來西亞是 after 教應該以後。3年又變馬來西亞開始日本。แล้วก็ไป伊個 contract แล้ว伊咪到對嚟日本嚟點先時，แล้ว伊爸爸就講。伊樣你知啦，我husband 會使樣是大個嘅 countryside 你 understand 咯？你伊樣被請到對樣 countryside 嘅人講坐成古嗰陣，你 understand 大後生嘛？大後生嘛就係坐成古咯。然後伊就被介紹下人聽講伊大後生坐成古啦。會報者啦，請酒會報者。แล้ว我 husband 本伊都有 friends 都可以在日本，伊都未請本啦，你 understand 啦？咪是佢做 again 對日本啊。會教因咯，去日本位咯，你知啊？咱就蒙查嘛，可能去北咧請迄個教因衫咧叫佢講，北啊上個巴掌啊，你穿佢，被穿佢嗰個會叮當他，你穿佢都立咧上頭毛咧，上個你洗你嗰個頭髮聽個當你就，做咩？換伊新娘衫換3刀你 understand 咯？你就話換3刀咋？頭一刀就準備穿白後生嘅，伊就叫穿白後都穿白後生要出，就 pure 人講 pure， 你是啲 pure 成古嚟你 understand 咯？未使有 stain， 未使有 colour， 伊後都穿白咧就要穿咧假頭毛起咧時響，伊就會
立伊白會帽呢款啊，冚咧，等我愛吹死我都看到，係呢樣嘅。水嘛，我會記我捌看過，頂到。แล้วเจสิรู้ฮัสสิบาลูโบแก่ก็แล้วฮัสสิตัวที่เขาเป็นบ่บ่ตัวมาเลเซียสิactually 是我人講買車過嘅，但係馬來西亞是我人買去different country 嘅款啊，去買去，係咯講。so 特別ลูกเกาตัวที่เป็นนังรู้สิมสิตัวที่เป็นนังในตัวลูกเกาตัวลูกเกาเองกับลูกอังเกาเอง3 年啊สิตัวเป็นนังในตัวสิตัวกะลำโพตัวเป็นนังในตัววางตัวก็กี่อย่างจะ講下嗰啲啲咧 Capron Hotel 佢邊邊後尾有 bungalow 住嘅嚟叫。哦。你去查條街邊邊嘅位嘅嚇，company house。但係 school 係邊後尾邊？哦，係你是伊個公司嗬，伊度係厝。嚇，對。然後到阿馬山呢，到工人。有你曉講日本話是？差唔多冇咩夠講，แล้วก็จะอีก講冇話，又講冇話。哦 ，OK， แล้วลอง當伊講話是講阿冇講是講日本話，到日本。未記起咧，伊冇用嘅。哦，伊阿冇話未記起啊？是咯。哦，對啦，有冇用啊？未記哦。伊對奶奶講日本話，同佢講冇話，但是有冇what the shit 你讀嘅包，唔使講。但是。唔知講你同時伊白教講我掠頭無掠尾，我唔知要講阿咪教啊！我講你會使教講日本話，我講我就 shit 你讀嘅包，我唔 understand 講咩。你日本話是按照學嘅嚇？你按照學日本話，你個叫按照學日本話。我同你講啦，咱人係咱頭腦就好看嘅種。嗱，講你去讀冊安尼款啊，你就去 learn grammar 呢。真一堂課學嘅啊！我去啲 grammar school 啊，佢邊咧去 open bay，你對嚟 from Japan 啊，我唔知嚟嗱啊 ，human 就好快啊，伊 automatic 嘅 understand 我啥講。When you go to 你國家啦，係你國家冇講白話，你kana講你話啦，你嗱 force 你家己會 learn 出來嘅。較快學掉，你就 survive 啊，所以咪就學。แล้ว特別 at least 你係每日硬啦。你使使每物件哩。那 another one 電視機。哦。電視機。我睇看電視機你就。看電視機啊，你睇咪是啊？看電視機學咯，學咧 after that 是那有驚咧是啊。你咪點解慘咧？佢都講，when 我在點寫時，我都冇講正教講日本話過，แล้ว我就教佢驚講阿冇話 understand。แล้ว我硬就講日本話，แล้ว我鳥亂，我鳥講。你袂使甲你囝講阿無話，伊講你後頭你囝大漢你無夠講日本話，會互人bul理。伊講 you have to learn Japanese and talk to your kids in Japanese 講呢款你就。แล้ว嗰嘛是咱聽伊講呢款咯，就講做唔對起啦，今日日子話囝袂好講。哦，那是講你 continue 嚟講阿無話，你講老行話冇會曉啦，就講。係啊 ，even if 嚟成日講我教我囝，嗱講阿無話啦，還是講嚟說講。福建話啦，阿咪，因為今日是bilingual咯，阿咪話嚟講嘛，都講對唔對，唔是？已經國考社會日本嘅位，特別學掉，學等嘅學掉嘅嘛，日本話。冇法本嘅時候，你講啊，我舊年嚟點先時啊，日本啊 still not fully open to foreigner 嘅話，佢講啊，我嚟點先時嗬，伊個 street sign 啦，嗰啲都 still 日本啊，而家啲我都在 understand。你咪看無？嚇，แล้ว我嚟點先時嗬。era 嗬，查某嗱講未教員啦，或者เป็น數門啦嚇，一特別 resign 一做學生嘅人先咯 ，resign 一個教員了係嗬，大家去取你更係見過。哎呀，啊，嗰個點先生咧，你就特別 resign，睇到個 I'm getting married，แล้วว่า resign，แล้ว你 resign after 你到 apply again a new job or what？Only certain company 呢，is 要到對，佢就特別 resign 嘅，特啲嘅呢。當見到看到見日本誒，喲，可能係正啊，佢都講係咗嗱，
road sign 啦train 啦咁了阿摩字話咩啊？佢都講。如果是去日本大是，如果大啲較金位後，你按處是大啲金位嘛？你咪就冇關係咯。你散步咁了都是日本人字咁了嘅，佢都講佢慘呢啲time。除咗喂。看住下。各位大快嘉賓咧，當時見這禮拜咧，當時就學期啦，嗬，人哋我哋日本老姨啊，掉地正水水啊，起來教人拍殼啊，冇正水啦，啲就以前嘅上來啦。正水水，特別話，聲個那水個就對錄音關係啊。但係時講，我 try 用 headset，特別 man OK，等一下就水出邊個無亂。皮要流咧，我切掉啦，未用啦。誒，所以你去你到日本啊，你有做工你就去是？我頭子我冇做，明地咱細囝嘛，咱未個囝啦，我等到我細漢囝入 kindergarten 咧，就我個實做工。就這樣。你做你是上這間幫佢做，還是你對 travel 去幫佢做？我記 nearby from my house 去啊，個20 minutes 你看下去啊。OK。但係好本來，咱去做了本來 release and stress 啦，understand 咯。唔係，你顧到處是唔是？冇見得佢讀冊了啊，咱顧到處很有 stress 嘅喎咋 ，especially 啊 for foreigner 呢款啊。未創開，咱culture冇上嘅數 ，understand 咯。嚇，咩冇上？你講下，咱嘅方式按怎唱法？咱等人到啲馬來西亞大漢呢，要去日本大。伊方式我還沒無上啊，上擺你特別gram 些有咧物件，成個無關係啥物。這物件本來學但叫講啊，成講 until today 我未 accept 嘅物件啦。成日講賺億嘅故事啦，咱講10月賺億啦，啊，款車啦，咱是大就要賺億掉。伊樣係日本嚟哦，伊樣啥？家庭嘅呢款啦，家庭啊 family 啦係哦，伊人長 shower 了面嚟時，伊樣入去迄個水，迄個 bathtub 伊樣去浸嘅咋，咧伊迄個 bathtub 嘅水哦，伊無換嘅，understand 咯，規間厝嘅人，家咧講七八個人去浸迄個水嘅，一人去浸，我未我感覺真垃圾咗，我係鬧嘅，是我係鬧做啊嘅，但是你看到嘅，阿邊摸嗰啲鋪嗰啲面頂咗，我冇鬧到嘅。鋪到啲片頂。伊把嗰邊伊度隻大啤，但係奶攞隻大啤，好多大啤嘢摸亂嘅聲。你特別啊，伊把嗰邊水咪攞去啊。唔樣未攞嘅 ，because 樣係迄個胖胖迄個，唔是白濕，伊上個方有鹹啦，你看你啦，就就 good for the body 啦 ，lemon flavour 就咪 something 啊，呢個 lemon smell 啊咪啦，你把對你就有七八人嗱，所以浸了哈，迄個白搭嘅時候，你平你都去幫看晒垃圾掉嘢，你今日做啊，做迄個掉你這講，掉你這講吞。我浸了，我感覺佢做個垃圾咯，我今日shower，我同你講，我驚日子啊，如果 winter 半啊，我開個最做我shower never enter 喺你白搭，我感覺我去浸了，我定我係浸咩啊？浸7點鐘8點鐘。咪是頭一人浸咯，頭一人浸。未使嘅，你換喺你地樓嘅成業後生嘅。我看背換。The host of the house 啦，你知。一個巴拉就成浸後生，浸對咧咧就留意爸母浸後生，爸母浸後生咧就冇 baby 就叫 baby 浸後生。我是留個妹啦，妹寶貝咧，人哋寶貝咧都特別去寫嘢咪嘛。嗱，我播動機嘛，我40年又記住，本我未 accept the concept 啦，佢都講咗，我前面咁講，其實我就垃圾，我唔係，我咁啊燒啊，佢都講我未得意啦。所以你頂到時，你走浸啊，是你一頭冇浸啊，一頭燒的嘢冇。我燒咯，我唔加浸咯，當見住只我是燒我唔加入去浸。頂到咧，就係去教時，每年嘅比較。
頭我未曉先來時，甲我講你特別去浸，伊個呢就，因為winter 底你無浸嚟條假咩個呢款。哦。那頭我浸，我是浸，我呢款我感覺我起來時我感覺規身軀垃圾，我都在燒我嘅你只 John。我見你哦，你就話一燒啊！我當時要長 A 啊，係你身軀黏垃圾油啊，一掉到你講咧，水嘅 level 會變一邊咧，一หุ่น咧，呀！你成日都講下 John 啊，嗱，我去咧onsen 啦咩啊，還是白白佢哋無樣咯咋，佢哋一水叮當嘅，你 understand 到，一成半咧，一水直撈，未垃圾咩啊？你哋出來大面咧，一湯水大面，浸幾個口嘅，甲你講啊，水未冷咩？伊 auto 嘅，成個話人嘅，伊 control 掉，伊水有 temperature control 嘅。OK， 所以一直頭直烹掉，就可以做掉。哦。你講啊，你都出來大面啦，你隔離個8人咧，都8人嚟浸呀，你就，你講實個我係家庭嘅呢款啊，大家庭啦New Year 啦，啥咩事，伊走啊，伊人到對嚟呢款，10幾人去浸過都叫你去賺，哎呀唔係我未知，你嚟過咩啦？我家長啊，哎呦，後來成個泡過杯都成我記你。一個下面物件都冇關係呢。只條車鏡，你就頭一擺去日本嘅事，去日本多事。伊人我感覺真係 respect 人咯，伊人真係有效噶。爸母，爸母不 elder 啦，成個成個 senior 人嘅呢款啊，伊成個 respect 人 understand 啦，成個人去坐巴士啦，人去坐 train 啊呢，伊無口接伊鳥路老嘅人，做工都上下當劍啊，我 retire 啦，當劍啊，當時我走去做白帶呢款啊，樣才 respect 路，佢就就我白講，唔係，你老了，我人白我人做呢款，但係物件無好做，樣才 respect，我就真係 respect for all people understand 咯，佢就有效啦。我這聽教妹咯，這是袂使講，伊講按照無頭換水咧。樣聽到啊，頭換水條咩啊？袂使，是樣是為咗生女嘅什麼？就嚟bathtub嘅水樣，啥都講用只水啊，你就bathtub轉去bathtub，你係敷，你就用話水，係咪你嘅人當頂，你唔係講管嘅，你就對唔對？你實際我人大得咧how to say？我厝是 countryside 嘅樣，我人嘅 level capacity already。decided 了 understand 咯，舊家生得你識一做水未出了就 understand 樣嘅事物掉咯。當然個見到換了啦，等你無你俾洗面俾咪無做水係無出來了啦，用個了佢你做水，乜難做？唔知要 limit 要 set 一定，相對用到這就是你若是用一個月時肯定都無做水嘅，若是你頭換水嚟講，對，了食咧食你係關係要食。人咪變人隨地食嘅嘛，所以你去到日本嚟講，你會成個，哎呦，想食愛食，即馬來變人嘅物件啦，喲。我未咯，我按照就見嚟就日本啊，我煮互我囝，個 family 我養食嘅是日本人食啦，按照見嚟就日本啊，我煮到啲馬來西亞 food。哦，你是一落來是煮互家己食馬來西亞 food 呢？你煮是煮互伊厝內人食，你厝內人食，啊煮互家己食啦。我看你逐擺有 post 就是你有煮啊，你食夠補本 ，because 食夠注定咗你唔是做餐館啊，你做。啦，我就是講你講人做阿妹都啦，成日講啊，咱第二。菜館嚟咱煮日本人食呢款啦嚇，幾點鐘到就煮，我對啦我自辣咧，買煮個嘅咧，你我買看下物件咯，understand 咯，就就我家己我 prefer 我家己嘅物件咯，understand 咯，我除掉啦，我好多看物件啫嚇，嗱唔使你看掉，等陣嚇，係個，嗱係個嚇都嚇。哇，水咯！頭一條伊就好多全地白個了啦嚇。水。
你看到？See，哎呀，另个吹，哦，哇，水哟，那水一句，啊，以後情人哋款啦，白啦嚇，這是頭一白啦，條啦白哈。第二條你不好情人哋有花了啦，真係嚇。哦，哈哈哈哈，這等於擦物件啦，可能。頭毛。真係。誒，水咯，這個金色花 ，OK。啊，嗰個係山人都看到啊，我頭條好情。水咯，你看人講。哦，這是頭一條哈。誒，這頭一條呢，包掉你頭可能。嚇，伊特別情講，伊面面講，look pure 啦，都 understand 咯。哈。你就，一第三條咪情 wedding 嘅咯。哦，這情 Western style，OK。哦。哇！嗰個係山人看到，究竟食個就鹹豬餅啊，食啊！誒，你看，感謝人誒，即個蜜芳嘅哦，感謝蜜芳，感謝蜜芳 super sticker 啊，感謝，唔是地人嗬，邊啲可見感謝。哇！日本佬，請日本佬以來就我度談到要感謝。感謝 New Zealand 個叫我地人感謝。感謝。แล้วโอเคจะ水เลย特別我看伊個頭毛是只長啦，我知我 because 我 cousin 不是在日本博嘛，嚇，因為我講過一嚿嘢，你知唔知你叫嘅情嘅叫麼咯？先情感在4個人大邊咁就，你不佢幫有時都大家佢白啲咧龜立邊你人龜。誒，你條頭係牽呢？嚇？你條頭係牽，哦，伊白間難嘅。白一段，伊用手白，你 understand 哦，OK，一眼包了就包，所以你頭你就牽開到啲可能啦。牽到受隻眼咧，都牽嚟佢一頭嘅咧，都慢慢個白龜咧，佢拉邊嚟，你切蛋龜係慢慢佢白咧，都放尿嘛，都講掉，你就你就帶啲啊，佢都講啊，嗰啲點先係啊，係慘嘢都啲 wedding 所在喺邊啊，啲多咧都唔是正嘅，苦嘅嗰啲裝，我多啊，你情咗你見冇攞白多？嚇？情咗你教應嘅見冇攞白多？我 sleep 咯，就係我未 control 一手彈嘅嘛，你都情掉係你驚頭毛，驚頭毛亂哦，都聽啫，你就。你我不是想乜苦咯，叫乜苦嚟幫住鼻，你就拔多你話頭毛亂出來啊！頭毛亂咯，你安怎好亂出來？你家己倒到對啊！無啲嘢湯啊，好個仔個點樣會啊？講呀，你有聽到，你就一來到嗰邊，你有聽到砰一聲，你看到咪就會話都 OK 噃，咁樣。但我拔刀，我未病人，我開門可以嚟呀，跟我起來咯。哎呦！我就好在你嘅頭毛冇落你洗湯佢，就係。誒，你錄個陣，安怎一你幾粒錄出來是歪起的，可能你頭毛。加漏才幾粒，because 拔刀咧落到一邊嘛，一多啲就誒呢，你 understand 咯。你就你苦就好多朋友嘛，แล้ว白กันทำได้กุยแอนนั่นในควันแล้วก็苦落去ปัง嘛，แล้วก็เบะเลยแล้วมันสิ用佢白แล้วก็拱掉喺嘅頭毛咯，嘅頭毛咪露出來咯Oh my god！ 哇！都一百個都錢啊！你成個 robot 你看到被叮當看啦，佢都講。但都被這 ceremony 變到別晒字啊！佢就一叫都
一喙，啊，迄两喙，迄袂使食，伊讲人甲咱看到愈呢，咱这边腰甲，叽叽咕咕，叽叽咕咕，你甲你讲啊，咱就说无得样特别好 speech 安尼款啊，了以后你坐条个伊诶，上加烦啊，无山顶安尼款，咱就说咯，加赛加是我就讲啊，了伊边啊，就是伊诶这个啊，叫个样叫咩？样诶 guarantor 啊，所以 guarantor must be somebody 第一人啊，I don't know how you call that 啦，我就 so why 就是 the mayor of the city 嘅啦，mayor 甲伊某，可能伊就是大人啦，肯定肯。那yang可能yang乾杯啦，yang講話，我那真腰架未打閒咗就，那都唔加啉水，都驚個頂到佢朋友都在話多死，就佢慘啊！佢點先佢講，那這無啊個無夠兩點，這無夠七點，這八點鐘啱都該去換衫，去換白條衫。你就得換衫就冚咩去朋友咯，你就。你對哪一點先是特別介紹好，迄個甘榜嘅人，就係講伊帶身軀，understand 咯。你知我大所在是這個 countryside 來嘛，伊放地豆伊咧，拔開豆伊起來，個伊tractor後尾位有咋？伊攞嚟驚有呀？你叫我坐起伊豆伊位喎，大家係 Miss Besta 嚟咋 ？Miss Besta，日超啊！介寫所以你講，這是情。伊懷伊 truck 啊，伊懷伊 truck 咧，伊直直地看啦，你睇咯，嘣，嗱嗰時電柱嘅時候，嚟緊你就，咱這邊啊，都別，咱我 Miss Besta 都講會使夾手看啦，係咪啊？咱後邊就本來未使夾手嘅，咱這邊。點頭你看，行咧，你咁講啊，行咧。那我感覺，我感覺家己成日，我講嚇，交紅也有嘅咧。生都出海嘅你。伊話伊特地嘣啊！伊寫來寫去寫伊 countryside 那個可能就係講啊，這間厝嘅人帶身軀，這是伊大身軀來呢款樣咋？哦。哎呦，馬路咯呀！下古會教員，但係個讀嘅教員啥無成，佢我係驚啊個流轉，特別呢款。哦呀，咩冇呢 formal 啦就。冇當機咩個了係哦，佢 Western style 個了，我係後生個流轉，都去啲咧上個啊 garden party 呢款嘢啦，伊啲咧啊 wedding venue 呀，佢係水呢，佢係爽，佢到接到 wedding 啦，到咪，哎呦我人嘅。都一到台邊咧，都去暗嘅，個你講啊！去 exposition 你而家你白白抓，跳咯！日抓咯！連咗3打嘅，咁講。哦。我係是這啊，日本 style 嘅教員咧，佢樣嘅long，可能又成嘅衫嘅款啊。你知？咧伊抓上加迄個雷公嘅字呢，可能直可能一咻，誒隆清啦，叫你連招3刀嘅，一招夾起3刀喺度練，佢哋講。哦。一九頭入邊唔知。แล้วตอน日本幾年啊嚇？我40年咯。哇！แล้วแต่พี่อยากกินฮอกไกโดในการ講嘅話。嗰啲合嘛，咧特佢我有好朋友嘅，我真係嗰邊咧福建，我真歡喜啊！做你做啲podcast嘅，我捌真一隻好嘅朋友啊，甲你講，大家今日日子嚇，做呢一年啊嚇，我甲你誒邊咧紅嘅下晡啊，糯米啊，你邊咧紅咪就係攞小驚啊！我甲你大寶真好朋友嘅，甲你講，又袂食驚，又袂食驚嚇。我參加總金啊！伊陣都講話真好朋友嘅，真有幾人你真好朋友嘅，就毛姑啦嘛真好嘅，毛姑啦 ，Alex 啦，啊立祥啦，你就個特別啦，毛白啦，咁好好人嘅，嗰啲。舊年我對去嘅時候，我去買衫嗬，紅磡到啲 Uniqlo，紅磡拄到立祥加特別魯，加伊嘅爪啊。到叫 shopping 我哋 check out 時，都看到人冇要點樣看到都好。有啊，當時啊，我好朋友啊，打閒就1年嘅，甲你講，樣真好朋友，甲你講。阿篤嘛是真好人啦，阿篤冇都冇成怪人。
多嘛是真有好诶當時當今我有去迄個 Clubhouse 啊，maybe 特別點先唔知下路啊 ，Clubhouse 你使來確保我時到就來本。我有在，我是講不點先去講完。哈，我有 app 啊。特別啊，即個是講 maybe 都暗呀，你樣即個阿玲啊。阿玲到伊當日本的嘛，阿玲，所以有開房的哈。來催我做嘛，有催我。所以伊本是有開房，即是拜一，就是其實有開房。所以在這 Clubhouse 唔通確誒，你去拄着啊，你只硬嘅，你安尼綁掉開掉，成個平常時錄音唔通確有人甲你確咁樣咯。你 try 下，你 try 下 stop 我捌過，當時有基本嘅嗱。冇基本上好朋友就好，嗱講就看下就你開個播講啥，甲你講，伊啥講，按照講啊 ，you can bring 你真濟，唔是干那你兄弟啊，唔是講你家己人，你 bring 到真濟人個了啊，都唔捌你本就朋友㗎人，哈，伊嚇你嘅人個了啊，真係歡喜嘅啲所在，真係好嘅，你到一部。對 brush up 對啊，成個但係好個就我隨到邊咧學嘅，我冇驚自己啊，代日本嘅字呢，我感覺我係未記，我係日本我係學緊落去。你就阿諾呢？especially 咗我唔知日本嘅話家，韓國話真係話，但係俾講韓國話嘅對邊咧時啊，講韓國話跟日本嘅話唔相似。你咪講啦，講韓國話成日講去過考嘅時，你計講日本話出來啊？哈！我未講是爸爸在韓國話出來，日本話參與，我學嘅話我日本話背出來，我韓國話我日本話出來，你知唔知？嚇？啱嘅，我哋講。我就咁。就未呢度了，你會學，你講韓國話咧，阿冇話日本。我講韓國話咧，我日本話出來。我有當時當今較好咧，當今較好。頂到我一幫嘅時，我想講我會講，我嗰陣時去馬來西亞你頭一拄到就是去迄個 immigration 那邊啊，所以讓嗰時教你講韓國話，然後我嗰時被講嚟啦，你吉招啊，是講我當時我去我叫我做 Grab，然後我想啊，OK 俾佢講話咯，咪俾佢講韓國話，我直頭未出來喎，講未出來就塌掉喎，我想講我會講嘅就我就佢隨便講嘅時候未出來，當今較好淡薄，參啦，是講福建話本是 OK 嘅啦，但常講啊，都未必記住。咱希望本 from now on 本咱啲小人嘅，咁了又見啦，咁了見本，唔係咁樣講華語，唔係咁樣講 English，參嗰啲福建話都去 at least，都講 generation 嚟，我對嘅事，那時候參就那時候去買物件點些事啊。樣嘅啲咧少年嘅 sales girl salesman 啊，樣講講 Mandarin 我唔要聽。呢個講咩 ？Try speak Malay and see can。嚟嚟講，韓國話嚟講。Mai sekarang kita cakap bahasa Melayu, boleh tak? Boleh. Nak cakap apa? Cakap sekarang dah tinggal kat Jepun berapa tahun? Tinggal berapa tahun? Ni di sana Nengrai kan? Nombor habis ni Sakurai habis. Habis ha. 50幾年啊！喂，啊，講韓國話嚇。嚇！啥集韓國話都講。單隻韓國話講，saya sudah tinggal di Jepun 30 tahun lebih. 38 tahun. More please okay extra. Dia mau mẹ có một ca có cái cái tiếng Trung của nó chơi mai cũng. 我笑啦，特別講學嘅話，只係日本話都冇出喎。但是真係出日本話本啊。哎呦，咁日本佬呢只咁少都其實嗬，教人到底嚟教拍殼，人是
只久啦，希望咱個有機會啦，希望如果有機會起來邊咧福建拍殼咯，咱有閒嘅時，我是想聽，如果愛講幾個故事，你知哦，特別好，我就講你點寫只暗。是咯，客姑係準都大概要做，早起11點嘅。我有想，講我久久一擺，我會使換做早起，亂早起點先安尼點先啦，然後看你起來落咯，不到時。係啦，早起退休啊，當然嗰個時候咁樣做工。是咯，退休當然較陣啲啲入 pension 翻讀公家錢。所以希望你有機會起來啦嚇，邊咧福建，了若是有閒嘅時到那阿玲講，即是唔是？講阿玲嘅是8點到10點，阿玲 clubhouse 是拜一咩？所以你嗰邊應該是。你嗰邊是幾點啊？正8點，我嚟寫8點，8點到10點，所以9點到11點咯。但係 clubhouse 你應都冇去哦。就阿咩啊？你幾點困？唔是，我老人家都早困，你當亂人不我講。所以你未成老咗啊？講到未背。9點ยัง未困啊，亂樣咪。有你幾時嘅講？我就亂。講嚟我嘅話真，你幾時嘅講嘅 normally time？冇你time，你快嚟等我機啦。冇人啲處事 OK 啊？特別到啦，拜啦喎，佢即係拜啦。是講係冇困個唔要緊，冇困就 OK。早起maybe 咱會使調看無久，咱邊咧學見做早起嘅點先錄音。แล้ว可能會 catch 到有啲人成個喺度較暗困啊，是驚人亂到人可以參加咱邊咧福建錄音。感謝日本老姨，希望你把刀過到對來，然後希望佢見到你啊，等到我見到你是只這年整個咯，唔知幾時咯，我記得佢點的，2017啊，2017 6月，你對嘅啊，人家個古個兩人去對嘅啊，對。2017咯，咱都未去拄嗰個奧地都一部電橋，咱去一陣不達嘅一部電。我會記。OK 啦，感謝。你問冚過啊？特別我笑嘅冚底，我諗特別你問走過。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啦，下禮拜嚟今日再見佢聽冇上嘅話題，感謝。哎呦，安怎冚我未記安怎冚我掉？拜，哎呦，拜。各位聽眾，頂個禮拜無看 episode 到這邊嘅訂，這邊邊一看嘅訂一訂看訂聽，兩網現條錄音成個紅險日本留意出來時，啷個係同啲條浪嘛，就啷個係秘密笑。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